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日福喜类的节目。今本日老大家来紹介一件非常有意思嘅工作室哦，要記嘅名按到嘛，嘅按到讀書調英文生態工作室，佢哋要當到嘅創作嘅作品哦，當有意思。嗱，生態有關，又英文有關，嚇佢哋還有當有意思嘅故事，老大家來分享，大家來分享你今屆裏邊分享係嘅工作室嘅創辦人陳怡君，分享。大家好，我按到陳怡君吼，我創辦了工作室有19年嘞。今日當分享怡君姐就這樣講，好，喺度節目地度老大家來打嘴鼓吼，大家來分享係你另外一個裏邊咧吼，係你嘅孟棟群先生，歡迎大哥。你好，大家好。感覺很害羞，有沒有？有，對不對？哈，其實這個工作室的創辦人是我們的怡君姐，對不對？不過今天一起來是你們是一起合作，而且你們會規劃未來的另外一個工作室，對不對？創意工坊是創意工坊哈。一開始咧，我老跟怡君姐打嘴鼓，改時間，我是咪講，我說怡君姐啊，我們客家話客家話用講到紅河哈。然後係客家音啊，係，我係客家音。從點嘅嘛解咧，考試吼，問幾嘛解都問，就是問不到，考幾幹嘛都考唔忙。一開始問幾我說，啄木鳥工作室，啄木鳥怎麼講？讀書調，對，很有意思，對不對？然後我們的汪大哥是阿美族，來自台東阿美。台東阿美，對不對？我原住民的名字叫掃馬。再念一遍。掃馬，對，掃馬，對不對？那你會講客家話嗎？2句。哪2句來？我們跟大家分享，大家一定很好奇，2句一定很重要啊，是哪2句？怎麼講？有沒有還要暗示？還要？小弟。做唔得，做唔得。所以汪大哥他學了兩體動從饒改客家話，就是走得走唔得，可以不可以？是不是？走得走唔得。這代表是你在家裡很好，你只要用這2句話就可以，你只要負責在家裡發號施令，可以，不可以，是不是這樣？應該教機嘅哈，就是教了2句，是教了2句聽聽，很有意思哈。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你講出群自見動有意思的交流，對不對？不過我們的怡君姐是信中醫嘛，對不對？就是你的故鄉，對不對？可現在有2個故鄉，然後錯噶，一個係信州，一個台東，一個台東，對不對？對，汪大哥，我用緊講客家話，你有聽懂嗎？我完全多少躺虛了，多少躺虛，其實還是現在就是有2個故鄉嘛，一個是新竹，對不對？一個就是台東，哇，好棒哦！留在古用走的，有機會可以這個故鄉待一待，再回到台東待一待，對不對？不過其實怡君姐跟汪大哥下的工作室其實是在竹北這邊，可以說是深耕。對，簡單介紹一下工作室在做些什麼事。我這個工作室吼做的東西是台體用嘅台詞人的東西去做啊吼。因為我頭擺嘅故鄉摸出來咧，係當個夢裡哦，本進修體嘛吼。我是去到當拜年頭擺細細節咧，按度裝啊。我就在金山面，喺北港下當火搞。俺底下故鄉本科學園區進修體咧是冇體咧吼，俺我細我去到東都是好搞，俺底下因咧在度都市人，佢們冇時間去接觸啲台詞咧吼，所以我用東的東西去做我嘅創作吼，比如講東西你可能都會安尼念到嘅熱耳書，吼，韓國安尼念部嘅。楊煙蟲，所以現從東都改作品都是怡君姐跟汪大哥一起帶來的，對不對？這裡面有怡君姐的作品，也有很多是汪大哥的作品。哇，好棒哦！我覺得你們2個的作品結合在一起，就是整個就是你們工作室精神的象徵，對不對？比如講哈，我們現在款現從改作品哦，我覺得啊，我們眼前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染布。所以這些布都是怡君姐自己染的，全部你自己染改，對，而且這個是植物染，對不對？土芒係植物染，然後就對係用嘅種植
有的係用嘅雜波，有的經過竹，错。对，那我们就想说，其实不只是染布的作品啊，现场也有，很奇怪哈，你看哦，我们介绍染布，介绍灯，可是怎么有一个西瓜在这里？这个西瓜是汪大哥今天带来的，对不对？对。对，我们对这个西瓜，你现在看到感觉上是一个半成品。没有错哈，为什么呢？让用亲朋友讲，其实，在录节目开始之前，汪大哥就在旁边帮我们雕西瓜，对，这个点，这是个过程。要做一个这样的作品要多久？要看它的精细度，要精细度，对不对？其实刚才已经花蛮久时间的，你差不多1點鐘就是做的哦。所以大哥现在会继续帮我们雕，对不对？对。那你现在可以继续帮我们雕，我们一边雕一边来访问汪大哥，但要注意安全哦。好。对。因为安永改狗仓地图，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整个西瓜的雕刻成品。我们现在先卖个关子，先不告诉观众朋友，它等一下会长得怎么样。对，不过公斗俩片，其实现场的很多染布都是怡君姐自己亲手去干养的，对不对？然后你包括你的头巾也是，好，有时候染布还可以做衣服。衫啊，那个背包啊，哈，那个窗户啊，对。可是为什么会你用心开始染布啊？下惨啊！他好高，你好高，你讲你也手很残，有冇？你这谦虚的啦，你手很残好高，其实就是喜欢有兴趣。因为我知道怡君姐其实背景哇，你是荒野保护协会的成员，对，然后有很多的像是保护环境的一些运动，你都会参加。我们从啊有嗰種嘅，因為我哋新部嘅小李行啊，吼，都民國差不多。84年那些是本地该工业污染嘛吼，该哈，因为我的荒野保护协会，我观察点是喺度该信部的飞龙古道，飞龙古道，特别观察的赵勋走去哦，天公是去，容易跳下山能走，都该飞龙古道该善达嘛吼，看下来嗰種嘅小厲害凍匠，我去到本地污染嘅時節，你真見心肝凍痛啊吼。因为讲实在，我像頭先講嘅，我故鄉是摩鐵咧，我當希望是講，你台灣嘅河川吼，莫咋個被污染的。所以其實堂你解怡君姐安公司地，其實怡君姐可以非常重視你解台自然，对不对？哈，我們的大自然，對，因為小里溪改污染是一開始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其实该被让用到改变感应。你讲，因为改变，你看我们的水源，对不对？我们有我们种稻嘛，对不对？然后所以会让用应该身体该空天。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渔就很热衷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保护的运动。所以等下改工作是当然走出来的东西，落台词呢完全有关有关系。像头先该有加嗰種嘅草刀。草刀，寶管啦，寶管嗰是特別，因為你時通常會接觸到寶管，好特別西天管寶啊，該寶管嗰是走稻草人，我走草豆，係，因為新竹人特別有嗰種嘅乜嘅農會嘅像個產業活動啊，哈，比如講銅柑節啦，我是東方美人茶，我是番茄節，通常我講我去做裝置藝術，我是會走動動。真的，講到寶管吼，其實吼，我細嘅時間不能透露年紀嘅，前提之下講動誰嘅時間有嗎？大概你講天地獨景是有寶管呢？你說那種感覺，有時候你也聽開寶管曬下去，有沒有？上頓，然後有一種寶管香。冇錯，特別蠻有優質部嘅時間吼，特別你歌啊吼，割好轉那些走對嘛，曬好走對吼，你使用嘅寶管一支寶管做，用做給防。對，露水啊，冇錯，所以還有細，譬如講，你掹有牙齒嘅時節，通常我減超少什麼哈，該寶管實際上都一直，其實提一百時就你做得自然。怡君姐看唔出來你有幾理解安樣嘅高倉嘅，因為佢都硬後生啊，冇想過香港哦，頭牌前先啱咪有影響，頭牌寶管做到一紮嘛，一直哦，我想看電視界鄉親朋友聽說有安樣嘅經驗，頭牌嘅農業沙皮。頭擺掘寶嘅情緒全部安樣嘅，所以你睇重組是用寶管走誒，什麼？那你看現場看到嘅動作嘅重作品，該到底下該那個也是你們？該係因為吼，你下講實在話吼，你珍惜你嘅大自然哦，比如講有到紙啊，有到嘅廣告，冇是嘅文宣過去咧是冇用。
摸绒的时候呢，杂来做该隔热垫啊。对，哇哦，哈，爱最近都13号司机每块钱又拿出来做啊，又动一直动好奇啊。是，伊应该是讲唔怕，伊大量爱免费教伊做，因为应该是都，应该是都系喊啊动伊来珍惜安尼可能安尼身边的东西哈，就得。再给它运用，是就是再利用嘛，对不对？好宽薄嘛，从冇，而且你想看哦，慢慢按用那个我常跟你讲，其实你想看，你除了做染布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现在槟榔叶也可以拿来创作，错，对不对？槟榔、蒙栽树，很漂亮。酒瓶椰子，对，亚历山大椰子树，是像你旁边一顺条开始黑。亚历山大椰子树，我从来没有想到椰子树的创作可以这么漂亮。椰子树的落叶，然后去打起件都给它摘下来嘛哈。连旺仔树，亚历山大椰子树其实动好搞脱毛又做。佢个动过像个电线杆容，像个特别是仁爱路梁顺通忙系啊哈。所以爱动秘密基地啊，大白常做空间在不会摘下来些，就去捡营养。哇，所以营养总会是走安用改作品，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装饰，对不对？其实讲，其实动因起了个动麻烦，摘下来莫讲摘到爱差，莫是做嘛该哈，莫是起到该动定位啊哈，按动因是那里少啊哈，按头白啊哈，尤其系个。原住民哈，伊有个阿美族有个石头火锅有吗？伊是有个便当肉哈，得拍了一些，炸不，然后呢，个水啊哈，是表爱地位多，个杀骨烧一些对吧咯？哦，对落去之前那个哈贡啦、磨石炸出来落去哈，但是冻好叫容器。错，所以你看，就取之于自然嘛，对不对哈？所以乡亲朋友，其实现场还有动改作品，然后大家都会分享哈，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今日的绕墙道是怡君姐，然后应该蹦动听蹦台个来到节目地图哈，记得是你讲读书调，日本县台工作世界崇拜人哦，哇，现场真的太多东西了。我看到俺都改东西，俺新冠都市想讲哦，俺都改产品的都带用为少改哈，而且你的汪大哥哈，你看他真的最幸福，因为他说他很害羞，他好讲话，所以他走旁边的哈，旁边就是默默的。做你的这个我们说石雕艺术作品，王大哥，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因为你可以不用讲话。对，因为他就是专注嘛，喜欢走俩天时青，对他可以再怎么雕都可以雕很久，但是你摸黑来讲话，对不对？摸不错，摸不错哈。黑公天气讲话，他就只有走对走唔对。那王大哥走对吗？走对。感觉上这个成品已经快要完成了哈，差不多了。我们等一下好好来介绍一下，因为可能用心朋友还看不出来那个是什么，等一下就知道了。不过在正式的把这个石雕作品完成之前哦，其实因为我们现场这么多的染布，我觉得怡君姐观念非常好。其实我们以前是我们取之于自然嘛，但是因为我们整个科学发展啊，对不对？人类的使用，我们其实感觉上离我们的自然越来越远了。如果进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自然是最好的，对不对？你看像染布。撇开化学，用植物染最天然是最好的，所以你今天要特别让大家都少改黑黄栀子，对不？就现场哦 ，monkey 是什么？在这边，monkey 哈，因为我怎么用 monkey 染哈，我挑战有讲我不卡带到金山面，另外有个第一训练中心，个训练中心挑战有了哦，从当台冲的香法，个行个 MD 用到 monkey 啊。你图书下课的时候是会照过去后，跳蚤几个想法，个线变到去呢唔敢听痛有冇？个底位都会变的是会对来的哈。后面我睇嘅先啲哦，原来佢按到忘记啊，忘记研究了係啲講哦，佢做染布，所以我用忘記嗬，佢差唔多。梗係佢嘅籽係冇？係佢嘅籽。佢開花嘅時節是按你夏天來咧。啊，機場開嘅些係拍色咧，差唔多一禮拜幾時會轉黃幾時會可以落花染，幾時可以結籽，cái 結條籽咧籽啊嗬，
是来弄成好，你看乡亲朋友做天时当看都会是黑黄栀子的种子、黑叶子，然后顺条就是那个粉，把它磨成粉末，也不会很困难，对不对？就把它磨成粉末，然后不用都该投一地毒，这是最自然的。往色嘞哈，佮还有一点我真正来呼吁大家吼，是讲係講要家係做嘅賣豆腐乾咧，我是要賣嘅網皮咧，就是都希望呢啲哈，係嘛，就是滷誒，從呢滷到網嘅網錘頭，韓國基板啊，基板嘅網色咧，網色基板，係講呢真正吼為咗大家人嘅健康，拜託呢，就呢一擺開起用呢一種嘅網皮來驗吼，因為其實唔係幾貴啊，吼，特別當因為種呢一種嘅香法吼，網皮吼。種來雜質去賣本嗰種嘅豆腐店，但是你也看唔到咧。所以頭擺嘅人真是釀豆腐啦，吼，釀豆腐乾，吼，安尼個網，對，嗰種嘅錘頭嘅，全部係用自然嘅東西才會吼，因為你啊食到對身體也冇傷害，電都有好處。哦，不止冇傷害吼，因為佢有個消燃作用，所以我像頭擺人頭腦當紅啲嘛，頭腦神經當紅吼，佢用佢釀豆腐乾個網皮咧吼，無形中吼，啊你身體係嚟會講要發燃咧，吼，啊但是啊你對食東西其實可以讓佢調養。錯。所以譬如講，我10公元前是可以用佢來釀嘛吼，家下熱量吼，就中藥店他們買得到哦，大家去種肉店就買得到哈。頭擺熱量20萬元，你一下熱量30萬元咧，但是唔係100元是當多咧哈，真啲做得嚟釀。錯，好，所以你下可以時你家已經就要幫我們示範，對不對？示範你嚟。示範是講，啊你去種肉店吼，買好了之後，買100元幾時會讓嗰種嘅。讓你摸到上，因為讓你弄好咧，安尼是用到呢一種嘅棉布袋吼，係來拖hand來吼，因為做緊水嚟都做唔得本嘅紙吼做出來，係因為要確保是用橡皮筋來拖下 handle 啊，handle，啊你基本上教你都用呢一種嚟釀網色吼，係。你填充因為又叫水桶哈，但是釀不自簽啦哈，譬如講，你有動到個大方巾啦哈，大方巾莫是絲巾，任何東西都忙走得啦哈，你也伸到一就塗，有個圖案，所以你都忙先塗好咧，釀自簽，你染料忙調嘅時間，先不會下水，總得照下營養，你塗嘅發色是唔簡單的。錯，所以你要補料係照誒，你就不用水毒，先不用100度係。錯。不用到水毒，當然塗改髮色其實你當然有一定嘅技巧哈。如果一開始係講你沒有什麼經驗，其實你也都得就綁看，對不對？哦，我呢下度嘅新加坡講哈，生活小學堂通常有教你走啊，有教，讀新州改新加坡的那個小學堂有教，哇，太棒了。你浸水嘅時間哈，來牛皂來，牛皂，以前來先不去浸，係啲不會變稀釋臭咧，嘅髮色同埋唔簡單咧。好，你。哎，你等下哈，你在送染布哎，時間汪大哥在旁邊，那台炸水豆都還切東西，我看了好緊張。大哥，你要小心手哈。安時可以的哈，是西瓜已經雕好了。西瓜雕好了。對。好，那我們等一下好好來介紹，我們先進行一下怡君姐這邊的染布，就這樣放進去。哦，不用落去哈，其實用將小煙搓愛玉，然後也生是走出來的。哦，像搓愛玉，我知道像洗愛玉啊，這樣子去搓它。然後做啲冷染啊，做啲竹染，是，從頭擺釀豆腐嘅時間啦，哈，是用竹誒，老皮都是唔是啦，是，然後佢可能愛熟嘅色，啊，都變黃色了，可是那是天然的顏色，而且凍香，很香，對，所以我大擺都該搞好嘅時間，凍好上去，哎呦，兩味頭像已經很熟悉哈，對，哎呦，去了，結果我來講嘅，哦，原來我是個種肉店賣到個種肉種了，是有了張味頭，因為呢一有具有消炎的作用，所以，中藥店很大量的在藥材裡面都會有這一個，譬如講安尼細咩講，安尼細毛煙啊，特別哈，譬如講也見到一些胃鏡統蟲哈，的調經的一個中藥素材，其中100多是有一
一只系呢种嘅蔬哦，菜。所以现在的做得老不变落去吗？做得咧，做得咧，好我就给生变得好懵掉哈。好，这个怡君姐她走在准皮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汪大哥，因为你为了不要讲话，你就开始叼苹果，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是西瓜，然后你现在这个已经是完成品了，对不对？对，现在就是要弄那个盘子，还要装灯。哦，对，所以它是可以装灯。对，像我身边这一个。对，这个装上灯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有灯的一个装置艺术。假如是在餐厅里面的话，我这个是水果盘，水果盘。哦，对你中间是摆这个，等一下是刚刚那个挖出来的那个西瓜，还要放在里面，它透过它的光，然后就可以，那可以吃吧？那里面西瓜可以吃。因为兄弟朋友，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好漂亮，这个就像是一个灯笼，可是里面是空的。可是里面空的西瓜是因为汪大哥刚才全部都挖出来了。对，我就是透过它这个镂空的那个，它才会透光。是这个样子。好棒哦！哇，这样大家看到谁舍得吃啊？怡君姐，你雕成这样，你舍得吃它吗？所以上下都我看的时间了哈，有的是钩子啊，切出来些那些，抬头他妈给切着嘛，特别切出来是盘带去。其实这也是很多种方式啦，我是用凉亭的方式，其他也可以。别的样式都可以，凉亭对不对？汪大哥旁边那个有擦手指，对不对？我们先给怡君姐擦一下，这个是天然的颜色。对，你看这个手又香，对，也是自然的颜色。我们已经把布放在里面了。对，等一下那个布拿起来就是蒙色改布啊。对，你还其实可以开始动光嘞。现在颜色已经很黄了，对，所以拿起来的时间看我们自己决定，对不对？譬如讲你按染布的时间啦哈，看你部位几多，按个你。用下些网地子诶，也几多哈，所以个时间是做得下长下短。好，你等下是做得看到新品的，半点钟球是半点钟球哈。不过讲到俩石雕，对不对？你看汪大哥乡亲朋友去真是喊下来呢，你看给修过毛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怎么做？对，所以其实。汪大哥在家里，你切水果，我们说，哎呀，给不给洗包泡，我要洗水果，然后你切出来也会这样吗？像苹果，在家里啊，又白啊哈，又白我也会啦。我看有个用椒哈，韩国个令狗啊哈，意思讲你有些果子莫讲好啊哈，那是烫下醋的哈。我想落去有15分钟掹出來，結果出來嘅時間啦哈，基本嗰種令狗哈做嗰種愛心一滴一滴，應該。香蕉是走出一层，因为熟在熟嘛样，那可能那讲紧接的点毛椒。哎呦，真的会舍不得吃，可是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汪大哥，你什么时候开始就做石雕了？从我接触这个是国中毕业就上了台北嘛，开始写，是就到现在，对，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出师了。已经动球了，特别都在环亚饭店，环亚饭店咪特别为主每去环亚饭店来外汇哈，就忙土地出去是走个国雕，好啊，所以动豆改作品哈，其实还有动豆改东西走得到大家了，欢迎同大家先聊下，等下就转来哦。看一下，噔噔噔噔，所以这就是完成品，汪大哥。对。哇，因为刚才大家看那个雕到一半的时候，还想说，哎呦，会像什么？大家想说啊，凉亭。可是没有想到，尬佛狗嘿，就是加了灯之后这么漂亮。对，好漂亮。所以应该这个练下特别诱因。我今天是选的是黄的。是。白红的话。它那个颜色又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黄的加上灯泡这样子投射出来的感觉很温暖呢，对不对？因为你上面的番茄是红的，不一样。好，而且其实汪大哥其实有非常多的作品，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芋头灯，对不对？你看这个是西瓜灯，还有一张是黑给2010年台北第一百的国际花博会时间，佢有飞机给的果雕展，用木耳。但是我做唔得动球，佢看到我有做一些嗰種網仔樹啦，變咗嚟創作。其實我
做些手机的东西，其实让我木死皮嘞，小兵爱很厉害。王大哥，你的芋头，因为你毕竟是食物嘛，所以你就拿了怡君姐的这个取代你的芋头灯，对不对？对，我是看他做那个作品的时候，我才想到，应该可以做一些雕塑。我想说以雕刻的那种奉献，那种呈现可以用在这个素材里面。是啊，好可爱哈！可是带起来安静音哦，乡亲朋友可能会想，哇，石雕，这是一个这样的石雕艺术。可是不只是这样哦，也会做菜是吗？家里都谁做菜比较多？摸背时节，盘粥的时节吼，外汇时节基走。盘粥得盘粥外汇。王大哥，多少人吃饭你没问题？几个人以上你都可以吗？130以内做得啦。100个的话就130 100多个应该可以。好啦。你一个人对，可以做这么多菜。可以。哇，我就顺便走来走去啊，永远。那个助理是不是？前置作业要做好了。对，好厉害哦。以动为主动为主，为讲，突然爱都该说菜，爱都该介绍。对，你讲吼，你打嘴骨改世界，改掉了补那去来做猫，对不对？你特身也没补。哇，乡亲朋友看一下，你补的色已经变到黄色的，这跟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对不对？应该也是又下比较淡一点，对不对？好漂亮哦！哇，你要深入跳，你跳有人呢偷起来哈，是有给花样了哈。错，对，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不，乡亲朋友啊，你家很多的布景，其实就是刚才怡君姐现场染的布，就这么简单，很简单。这个方巾就变这样了，是都这样子。是，然后这块布你就可以做很多的用途了。摸草，草吗？哈，走的偷的挑那档，然后走的走领巾啊，走个面纸盒。对，走面纸盒，然后还走领巾球。你连它挑那档也就是自己染的嘛，就变成一个装饰品，对不对？好，王大哥，你喜欢怡君姐的染布吗？我是想要搭配它的那个用在灯饰上面。哦，真的？错。哇哦，所以以后我现在是想要做这样的创作，类似这样子的，可以保存。像这种的话很难保存。我想说改这种。王大哥刚刚说啊，像这一种很难保存。我跟你讲，等一下录影结束之后，小番茄就先吃掉。对，没有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艺术，对不对？我也是很享受它的过程，很享受过程。对，雕了以后，你可以再重新开始雕。是，那你看一下这块布，那你喜欢吗？你看，跟你今天的西瓜颜色雷同，对不对？颜色一样。所以这块布以后也可以拿出来看怎么样做利用，很漂亮哎，怡君姐。我都未希望讲下班，我都有签到一张水，我都会提供哈，我都是可以建当简单的那种蔬果餐厅哈，无菜单料理，所有地位都会装饰的桌布啦哈，装置艺术，他们很容易都是讲亲手做。是，我都有选来还是当地的哈，所以讲你还有菜地嘅是东西，错，好，所以希望讲2个人以后其实希望讲做得有家，你讲蔬果餐厅，对，然后由汪大哥掌厨。对，只要你们提早预定，不买足够的前置作业时间，100人也没问题。对，餐厅名字有想好吗？或是工作室，未来是不是还有个什么工作室想要一起？就是打到心里的味道。哦，打到心里的味道，其实是一个阿美族哈，就是说吃那个食物就会想到这个妈妈的，那就是最原始的嘛，对不对？哈，从吉利哈都在新竹县13好市集买卤味哈，动到个70、80岁的老人家吃到鸡的卤味说，哎呦，像妈妈的味道，哇，是不是？讲的我现在肚子好像有点饿了，所以等于是未来希望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无菜单的蔬果料，蔬果料理的餐厅，对不对？然后里面用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最自然的题词染改，有吗？然后感觉上是最贴近土地的，用水控田最接近土地的。好，其实乡亲朋友刚才有看到动都改熊片杜黑怡君姐的这个染布嘛，对不对？所以有教课。有，我到新竹的最早的社区大学，韩国新竹人有原住民部的部落大学，部落大学有教课。我最人走到园林里，安然哦，
这么远，呀，对，所以这样的那现在像如果要去上怡君姐的口腔是可以报名吗？都该新竹人的新瓦屋使用爱口腔就是禁烟然后又。一张页就200，也是接轨的送爱口。好，大家看到个相片是怡君姐可能在教学的这个相片、照片，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享受因为爱教老皮生意冇用用，每次都该教学地白图，爱教我跟廿的时间约半小时，爱是来土豆冇背去。介绍咧，他去步走咧走嘛，该走嘛该。所以基本嘅其實เรา鄉村朋友咧，小解在動從那個去，或是monkey 動好對，好，我們基本嘅我也很驚訝哈，我沒有想到說染布可以這麼快。你看一地拍世界方巾哈，其實先從廿米下，你公狗西件種類狗後，其實變到一張安這樣的方巾了。對，而且韓好從老師汪大哥也希望說以後可以用你這樣的一個染布做更多的創作。對。所以這麼多的蔬果創作，有沒有什麼讓你是最有成就感的？對不對？因為像剛剛那個怡君姐就有花博，對不對？花博的那一次也是像是第一次。對，花博。那時候是嘗試一頭可以展3個月，蔬果只有一頭是可以。是澱粉類，可是它不耐放。當球唔得啦，當球唔得。當初選擇這樣的路線。我想要試看看，想說也是用嘗試，想說創新啊，可是沒有想到就成功了。上天舞後，你開了個觀世音菩薩美動這樣啊，真心哦。對，因為你看很多個相片也都是之前那個王大哥他自己的作品哈。剛才我有看到也是一個西瓜燈啊，做的乜改瓜果類，他們做的什麼瓜果類全部都可以哈。對，可是斗笠片其實一個很有意思的，其實你有另外一個名字啊。對不對？叫沙韻，沙韻是因為我跳白石港嘅部落大學啊，東人都該鎮西堡、該星光國小哈，教育加1點鐘有600個元哈，冇線上去送去教，我大白石送去，以沙韻時差哈送去該為教。俺寶貝當地人呢是講，哎呦你講你客家人，你冇像客家人像嗰啲原住民啦哈，俺有啟動愛個性有動開朗天真，有敢不去求說我付出多少愛幾多的回報哈，講師費動少愛也高。你講你很像沙韻啊，沙韻是個戇戇的啦哈，哦，他在付出。那沙韻是原住民改釀，原住民不宜改釀，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就是傻傻的，傻傻的做，傻傻的付出，哦，所以这也很有意思哎。可是它有基友讲很难错改，你吗？泰雅族，我那个新竹人他们是泰雅族。那汪大哥知道吗？沙韻。感觉好像还讲到东票嘴吧。我说沙韻，他一天晚上年輕那些基把東愛係基都有原住民，唔相信愛客家什麼樣。不過當有意思，你可以再講客家吧，其實第一聽說是客家妹咧，你唔相信呢？唔相信，唔相信。碰到他的時候，有的是原住民。你現在知道基係客家人和客家人，走對嗎？走對。对，其实都有意思哈。其實用輕描基本嘅特別繞牆到怡君姐撈王大哥來到節目地度，係撈大家來分享。其實佢都有講，你講啄木鳥吼，讀書調感英文生態工作室，真的很有意思。我相信你們一定有非常多你們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哈。然後其中帶來當到嘅作品啊，我看有植物染嘅作品，有你講石雕哈，掛鈎啊，用雕出來嘅東西，非常嘅有意思。好，希望講大家做啲多多不記得支持啊！希望講要機會做啲係一條紅白可以嘅無菜單料理嘅串燙，好好來吃這樣的一個蔬果料理。好，今天非常謝謝怡君姐，也謝謝汪大哥，什麼台積咖，什麼台積咖。好，鄉親朋友3年下來，天天欣賞啲做人同流。